廣東人的聊天現狀。喂，今日報完聚餐啊，有冇咩好食嘅介紹啊？樓下新開咗一間椰子雞，好似唔錯啊。椰子雞好啊，那我跟老闆說一下。你準備講普通話啊？係喎，我做咩講普通話？唉，算啦，你打唔打王者啊？一齊啦。打啊，但我淨係識用嗰個安琪拉啫喎。怎麼女生都用安琪拉？唉，行吧，選英雄選英雄。你做咩講普通話啊？係喎，點解我講普通話嘅？廣東話吵架名場面。有本事喐我，你有本事喐我啊！柒頭，呢樣柒頭，你呢樣柒頭，正柒頭，有本事喐我啊！你冇再喺度，之後啊！我冇見你，我見你頭盔，我見你頭盔都可以，有本事喐我啊！咁多人睇住啊！有本事喐我啊！你再拍多下啦！我屌你個老母臭閪！你有本事喐我啊！我就咁個閪鳩屎，你冇嚟，總之好犀利。我兄弟嚟緊啦！臭閪有咗兩杯嘅屎！兄弟，廣東話要是怎麼說？要我屎！日本生可樂飲多咗啊！要我屎，問你阿媽㗎，呢個叫鎖匙啊，鎖匙類㗎，唔係要屎啊！唔好飲咁多日本生可樂啦。就係而家你係條賓州發緊語音啊，仲係咩啊？難以理解的廣東話。緊急通知，各住戶請注意啊！由於近排呢個電瓶車充電事故啊出得太多啊所以上邊通知啊，由今天晚上起啊冚唪唥嘅電瓶車都不能夠在樓下充電啊！所有電車全部對過去對面那個升鐵棒啦嚟充插嘅時候咧要插實一點啊還有那個電瓶車就唔好調那個防波系統啦，半夜三更喐一喐都嘈於巴閉，叫人家怎麼睡啫？我們對面就是保安亭啦嘛，況且我們保安亭咧24小時有人值班噶嘛，邊個夠膽偷你部爛鬼電瓶車啫？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啦。係咁。